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这几天有一句咧学咯咱台湾的流行语，讲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确实有影。咱会当伫真侪古早风俗，发现台湾自古就是一个真有人情味的社会。譬如馅饼这个风俗，会使讲是男女嫁娶非常重要的一个古早例。到今悠然普遍存在伫台湾社会。伫即个农历7月，咱嘛要来分享一篇陈瑞生的所写的几啊个，新山深入来了解馅饼这项传统的风俗。欢迎收听今仔日的暖暖专门客台语文学广播剧第2季陈瑞第一篇小说系列第5集的节目《放贴》。这篇上特别的说，就是讲，伊是100%的台湾味。伊所写到的人，迄个风俗，甲迄个奇怪的现象，不管讲迄个慢节啊，伊的想法，迄个放贴这个风俗，种种就对啦。所以这篇的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是完全100%的台湾味，甲关庙腔。这嘛是拢较古早的这个台湾味就对啦，袂使食着古早的这个状元粿啦阮万节啊，以早住伫草地关庙乡，做人上界土地，一就是一，袂晓蹊跷计较。若是做事上界高整立得啊顺，普通时无啥咧出门，罕罕有来市内，拢会功夫赶一人孙仔来相送，讲无啥大。这家己的搭，早起用歌的搭。遐个囡仔有时会学伊讲：班级搭，二代孙仔搭，上界好食搭。真是迄孙仔青个甜蜜，市内买无即款的，50出头就来过生去。阮老母定定念讲：唉，冤枉啦！草地人这就是这。真是遐调滴啦！这项代志尾也伫两间关庙传真久，迷信的人讲甲一大堆，有影阁有热。毋过无信的人也真济，讲迄无啥，拢是咱人家己想出来，歹运拄呛着的尔尔。毋过无信的人也真济。讲迄无啥，拢是咱人家己想出来，歹运拄呛着的，尔尔。
拄枪，嘛会当讲枪拄枪。若讲枪，可能咱知影迄个枪网，即足早。阮囡仔时代，若查某囡仔较会耍枪网，一骹举起来，倒骹举起来，正骹咧甲一个底下油的迄个壳啊啦，什物细项啊，呛入去一个架内底，用骹枪。这枪毋是正经行路，咱像摆骹用小可跳者迄款的吼。所以枪拄枪就是恰桥。咱共款的意思做一种草拄卡、草拄砍、草砍，这嘛拢用的无人咧讲啊。所以讲拄枪即款的嘛真少人咧讲啊。即摆同济人同接讲的是讲拄好。这篇放贴读起来，我感觉讲单位淡遮展现伊写小说的一个功夫，就是讲呢，伊一开始介绍一个万节啊，这个万节啊，伊个写讲呢，伊这个人伊就是伊做人真刁德安尼。刷落来伊个写讲，因母定念讲冤枉啦，草地人伊就是伊，真是遐刁德。伊啥哪要安尼写讲冤枉咧？啥样个写讲伊50出头就来过身去？伊淡遮伊个算作是讲带一个谜题，带一个咱毋知影的代志，放在遮，互人读者读了感觉讲奇怪，啥哪伊特别要安尼写？咱有即个问题了，才慢慢发现着讲伊即个故事就是咧讲因即个万节啊，因为一个奇怪的代志，煞因为安尼过身去。阮三叔大汉后生水性迄年得要娶某。亲情大金介绍的代志较济迄九门，查某囡仔台南女中毕业，叫做淑娟，住伫民权路开布店。听讲生做圆圆落落，鼻仔直直，袂输美国阿东电影明星，大水拄外水。毋过我毋捌亲目看过，迄阵生拄则做兵转来，看了一个就介意。无偌久，就问名冠定。生人骨力，逐项代志家己发落，亲情朋友一位一位去放贴馅饼，官嘛对去。讲起来，这点市内人有较开化。听讲迄暗到5股遐时，已经晚晚。阿哥，哎哟，生你才会遮功夫？一撮路遮远，你也全工来？袂啦，喊你有机会来山林，当做佚佗，顺续带管仔来行行呢。草地所在，毋是山就是树啊，哪有啥物好佚佗？毋比恁市内。无影啦，山顶空气好，又阁清净，大只才是福气。生你敢讲好？带着管即个查某囡仔遐贤讲话哦，是5股毋甘嫌啦。看管生做水阁优雅，欢喜叫因入去坐。来啦，去来坐啦，啉一下茶咧。生甲贴甲大饼行了，啉一喙茶就要走。股长讲：阁坐啦，工有要赶啥？股长，今仔日阮正透早出门。到阵拄走一工无停骹，还剩一位还未去。安尼呢？倒一位还未去？晓啦，万只遐啦，上届煞尾啦，分好了，通转去休困。若是万只遐关庙顺路啦，则去无偌远啦。讲到兴。较早囡仔人足望厝边头尾有大代志，生日啦、嫁娶啦，还是办桌啦，因为若食袂了，拢会兴。咱知影菜尾总铺多子，伊就倒咧大鼎总汤菜尾，迄同好食。所有诶拢夹做一个，厝边头尾讲订着诶，讲落锁着诶。拢分一茶啊，换一碗过来，咱像讲满月，即摆还有咧行行油饭。查甫生查甫才会使行油饭，即摆若生查某拢行鸡卵糕。
像讲即街口啊，若有丧事，一年来就袂使吹鬼，袂使白葬做遮个代志。啊，亲情就爱行葬、行鬼。行甲丧无啥共，行是有目的，年仔节啊有目的，才咧送物啊，也是有大代志送物啊，即款叫做行。看官啊，生做水佮优雅，欢喜叫因入去坐。优雅我拢特别拣一寡较水较少诶，人咧讲诶来介绍。优雅即个人咱知影伊可能面诶迄个真够出油啊，但是油面皮才会水，若打扫就袂水所以优雅。即个面光甲油绿绿，面真光生，安尼生诶生，生活诶生啊。一句俗语话讲，太低讲无受请，嫁查某囝才来行大饼。伊诶意思是讲，新明咧生日、老日拜拜请人客太大滴咧请人客，你无来请我去啉烧酒。这毋免包红包你无来请我，无甲通知，你嫁查某囝，才行大饼来要敲红包，我食你的大饼，我就爱包红包，甲你添砖，甲你贺礼啊，即种平常时无咧来去，要敲油，才来烧请，安尼即种做法会互人怨叹，其实行大饼的行，就是本的意思。工作来，若有人嫁查某囝呢，内底人也是讲亲情50至交的朋友，原本有陪对对手，才是嫁查某囝行大饼的对象。若无呢，会互人讲大饼乌白本是要敲油的意思先骑一台奥多麦红趴趴，关坐伫后面小载。离开中街时，天开始湿湿咧落雨。五哥吩咐讲：“你要落雨啊？咱遮山路骨溜，豆仔驶下。”会啦，五哥长。死到迄日会记你来互阮请。好啦。奥多麦吹咧就走，有听伊声咧喊讲：“来去，赶来去。”咱古早迄个结婚就是爱放贴，放贴是有当时爱顺续行饼，迄个订婚饼，咱叫做行饼，饼摕去送人，顺续放贴，讲某时某日你爱来花请，即个少年家就是家己翘倒来去四家亲戚朋友放，中间发生的故事就对啦，熟悉啦。这就是用台语写台湾故事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你会当写甲真有路普通时无咧注意写袂出来的物件，你若用台语来写的时候，会当足直接安尼甲表达出来。放贴这篇单类的小说是一个真特别的主题，伊其实是一个有小可鬼仔故的色彩，但这个鬼仔故头前呢是甲这个一对新人因要结婚去放贴有关系，所以这篇的描写，互咱感觉亲像伫咱厝内听到亲情听到时代伫遐讲某咪人甲某咪人要结婚爱寒订爱来放贴爱请办桌要食青草就是伊在讲的其实是台湾人的婚姻的礼俗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咱生活化，草地人，也是讲台湾人日常的生活，在拄着结婚的时阵会讲的遮个语词。我在读的时阵因为我对民间的礼俗较无遐尼了解所以我就讲足奇怪，是安怎会安尼但是单位在描写的时阵会互咱感觉因为伊的台语使用较少断调，互咱感觉真正就是亲像咱的阿叔，还是咱的阿伯在讲这个亲情的这个代志所以感觉是会描写甲真好
毋知到底怎样，因晚晚离开娘家，听讲到万吉遐时，已经天要拍蒲光，鸡还未啼。万吉爱一支猪头，拄要去园林做事，看因来，叫讲：先啊，你才遮够早的？我著为5块遐来。甲看萧兄规台车挂人，拢是落瓜糜，问讲：先怎的？全土的？落雨落骨，气候出去，就是安尼穿到紧。叫入去厝内，摕巾仔互因拭身躯。先摕贴仔甲大饼互万吉。万吉讲：恭喜的，当时要出的。后个月啦。万吉欢喜，机关讲：恭喜的，新又水的。就是话讲了济，问题出伫遮。但迄官饲来囡仔毋捌听人讲话，遮大遐大，起爱笑，大声忍伫心内，尾也挡袂牢，起一个大声笑出来，语叫笑袂煞。万吉听伊笑，则斟酌甲看，哎哟喂，太大细耳大，无采一个水查某囡仔，一边耳仔拿油仔慢，另外一边拿柑仔慢。就是草地人土地，迄耳仔记咧化工，心色大，大细耳大，嘛是挡袂牢，笑甲哈哈叫。两个人伫遐，你笑我，我笑你，愈笑愈大声。迄关笑甲袂输狗咧鸡，强要无气，雄雄起变面，点气无去笑。两粒目睭青盈盈，想起掠万吉一日前，万吉惊一条，煞袂笑。拄好这时定恁笑鸡啼，两个少年的雄雄爬起来，面色白死煞，讲：阮打紧来去。行到门口，无张蹄，先挖过来，甲万吉讲：死到迄日，就记你来互阮请。定着记得，定着记得。雄雄手骨会疼，甲看，先一只手白死煞，冷叽叽那冰，出死力，甲伊掠红红毋放。迄手骨煞咧流血水，袂输鬼咬着，身躯气胃寒，碰鸡母皮。单位有真想要伫内底讲一个装卡人，迄个调直。迄个讲直就是直，讲两就是两，迄种的性格，迄种的忠厚，迄种的故意，伫真内底有表现着。当然，伊有用一个腔口叫做你要去倒搭打，伊讲是娘家遐的人，还是倒搭？我家己捌遇着的是路德遐的人啦，拢话尾拢有这打，但迄个打。其实就是蜡啦，就是普通腔的蜡，这嘛是这证明讲 T 甲 L 因的关系啦，因的关系。台语的迄蜡，话有时讲大，迄底有时讲咧，我伫读册，讲我咧读册，你要去倒去蜡，你讲你要去倒去大，所以迄个 T 甲 L 其实是。D 落音的 D 有时是讲清，有时讲落。讲落的时阵，咱台语就写做 L； 讲清的时阵写做 T 啦是安怎打？转头打，声啊音，落雨落骨，去互出去，就是安尼牵到紧。这个打，这个话尾咱讲，咱台南人讲话有话头、话尾，嘛有话尾。敢若听话尾，就知影大概倒位人。我捌收到东石桥过交大布袋吼，新运老土，你要去对老土，你要对大，你要对新娘就讲累，要对累，要倒累。这较早才有即款现象，因为即摆媒体。迄个声音干扰语言，煞失去迄个
一角时的迄个特色，因为拢全变做媒体变游说腔语。即个腔口的代志吼，是真歹讲好啊歹啦吼。有腔口会感觉讲足亲切的吼。其实咱台湾腔口吼，真也我那真明显的。你若有经验的人吼，听你咧讲台湾话，伊知影讲你为倒来，伊知影讲你是南部迄搭吼来。若搁较内行的人，伊当甲你讲你南部对是啥货安尼。即方面也有啦，咱这腔口是也有，但是无像古早遮尔啊特别遮尔啊小所在的一个腔口安尼。不过即个腔口，毋知吼，咱即个交通发展了后，可能会渐较无遐明显去啦。较早足明显，亲像你规人的人，你若少年人去出外去台北去读册啊，做工课了，可能伊即个腔就会失去。转来规人了，即个腔嘛是失去，所以渐渐会消失。我相信。这时，万金嘛胃内面出来，问讲：红啊，你笑甲遮大声，是甲啥人咧讲话？万金记定哩。先啊，甲管啊大，专工来放贴啦。万金看伊定。规只鸡仔咧庆食，太有啥物人？问讲：你是咧看到鬼，也无半个人啊？敢是家己甲鬼咧讲话？话讲煞，定恁笑鸡会一个食又搁啼。万吉啊，看迄两个少年的青青公公，乌倒摆徛咧，会一个手都无去，甲万吉啊讲：鸡啼哒！晓得，念伊厝内电话响，两件5个张卡来。洪安尼，讲迄落吼，生啊甲管啊，乌倒摆并车啦。晓得，拄则有来搭。拄则是当时。天要光真正搭，这天都走搭。天要光迄阵，你是看到也是毋对？对搭，咱行饼搭。攞过去，互出去哒，穿到正哒，规身躯砖头，人呢，人无安怎哒？喂，惊一个电话怎安尼挂断去？就是即日透早，31位台南有拍电话去5股场遐，讲生啊、管啊，昨晚车祸过身去，半暝警察叫去认尸，乌倒摆并伫山路边啊。离两件无偌远遐，两个摔甲规身躯血，死伫现场。熊熊叽一声，厝外要变去。万吉电话放咧，总去看，呾惨啊！万吉啊，面啊白死煞，徛伫遐骹手皮皮喘，话踢伫脑头讲袂出来，一涂骹红记记拢是血，遐一条涂骹筋仔翘起来，血。臭臭地，话讲，拄则互因切到5摆搭，大人记搭，转来搭。根据派出所调查的记录，迄暗落雨，山路骨，乌倒摆驶离两件出去无偌远，还未到关庙遐就冰车，种着大树，两个真假规身躯血，死伫现场。咱若对这台南吼理解啦。两家事实吼，离关庙近啊嘛，隔壁乡，换到底是换，安尼到这洪阿姨啊说已经拍曝光啊，真是暗，原来就是安怎，落雨，咱知影遐拢山路呢，落雨山路近嘛吼，水性啊，伊徛倒摆离开这个两家无偌久，哇，还未到这个关庙，不幸去种着啥？大樟树啊，冰车，2链的尔呢，毋是4链啊，4链无定，袂晓歹运，结果2个人种甲规身躯血，现场死伫遐。万金着惊，毋敢甲厝边头尾讲生啊来放贴的代志。当日，家己去庙林烧香拜拜，甲生啊、管啊讲好话，烧足侪金互因。生啊，管啊，恁2个乖，听即卖的话，
才会钱收互好，若要到，我则搁烧互恁。阴阳两界，毋通搁伫遮流连，赶紧对神去投胎，定出世做人，乖乖哦。过一站了后，倒啊，逐项代志平平，人好好，势头照做，万即仔才热热啊定着安静落来。总是咧，到后壁诶时阵咧，就发生一个不幸诶代志吼。这个故事诶一开始是即个万籍万籍就是细汉阿籍诶意思吼。生啊甲官啊，就是要结婚诶即个新人，因要去万籍遐放帖啊。伫因要放帖诶当中即个背景是伫灵家，佮有关庙迄搭灵家甲关庙。咱知影，咱若是有去迄个所在，咱就知影其实伊诶地形是真惊，有诶所在真惊，落惊也是上惊，其实伫早期诶交通路无遐尼舒适诶时阵真有可能会发生一寡意外，所以即对新人嘛是安尼，因去放帖了后咧。就伫离开灵家迄个所在就发生即个车祸，所以因两个人就伫即个车祸的过程当中就过身啊，所以因当然就无结婚，无结婚。但是即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开始的万籍伊有收到因的帖啊，伊有收到因的帖啊，所以咧，伊心内一直想讲要去互因请。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伫即马即个少年人的角度，就是一个悬疑，就是一个足神奇的故事因为亲像这两个人其实无死去，佮继续去放帖啊，伫因的当地的即个传说，就讲因佮继续去放帖啊，请人爱来互我请，爱来互阮请有安尼的过程所以是互人感觉有小可恐怖。迄一日，万籍早早去园林，挂一堆竹笋，装装做一人，低调修理一半，雄雄家己念讲：我打紧来去打。就去换一束西装，穿一双皮鞋要出门。万籍看了古怪，问讲：要去倒？万籍敢若直直念：我打紧来去打。做伊行去隔壁火爷遐，大声叫讲。会啊，当然就紧来去打。火啊，驶一只Toyota的细只拖拉库，逐日载咱关庙的青菜去市内，问伊讲：红啊，要去市内呢？万籍无应伊，一人竹笋押上车，爬去哩拖拉库坐。路尾警察阿全去现场调查，有详细记录迄个经过，讲拖拉库也毋是驶偌紧。离关庙出去无偌远遐，对车路撞出去，争着大树，毋知争着倒位要害，无流血也无破皮。万籍西装穿齐齐，一身人好好坐伫车轮，现场死去。一只红色的乌托邦驶足紧，毋知为倒来啊！雄对面冲来，一个少年载一个查某囡仔伫后面。就是要啥物乌托邦拖拉库，煞撞出去，整条大树。乌托邦无停落来，飘咧做伊去啊！结果警察嘛找无着，不离个阿全普通时甲万籍火啊拢会熟悉，看伊即日西装皮鞋穿齐齐，感觉古怪，身躯甲顺，落地仔内底摸着一张贴啊。就是生啊官仔的结婚请帖，看下好日，咱人8月初10，一日都无差，对都是迄日。讲到咱人8月初10，咱人其实应该是讲咱人的腊日的简单的讲法。咱知影阿本来咱台湾了后，规个拢照因。阿本来历法来行，所以因是新历，因照西洋。其实阿本嘛是旧底嘛是用旧历，因为伊是大姓东华的时，来东条学一寡文化过的时，
但是到明治维新了，伊开始学西洋诶，学西洋诶就拢变做新历，对新历行，所以拢做新历。本来来台湾了，伊嘛甲迄个新历诶规矩带入来，所以到尾为着要甲日人分别，就讲咱人。所以真侪人迷信，讲迄日万吉啊穿水水，就是赶要去生啊管仔的婚礼，要去互请，生啊用奥多麦来甲伊载去。前啊生啊管仔赶要去万吉遐放贴，要袂放就来动请死，就是安尼毋愿死心。过当早假提进前，两个新魂专工搁拼去万吉啊因兜，贴啊放了才走。佮特别吩咐，甲万吉啊约讲，死到迄日，就记起来互阮请啦。定着去打，定着去打。万吉嘛有答应，阮老母常常扣起来讲，就是即句话上解关系。万吉啊人直，讲直就是直，袂晓变脸。有人铁起，毋信这有诶无诶，佮敢讲算笑。分红啊，算袂好啦，专工走去到遐食一顿。阮三叔三婶迷信，嘛有可能是疼囝的关系。尾啊，甲新娘头参详，甲生啊管仔的梦山做伙，准翁仔某迄款礼数，甲安待伫关庙口遐。听讲关庙两家迄搭的人，会记即万吉啊收贴仔的时，招人大细耳的代志。后来若是新娘生做有小可妾事，查甫查某拢欠算，无人敢搁扣起来南三讲。妾事，我伫歌册看到妾事足侪，可见较早足足讲，即摆愈来愈无讲，歹看，就解决啦。即摆人就讲歹看，妾事就生做歹看，无甲破相迄个程度啦，生做歹啦。简单讲啦较早的俗谚语就讲，歹查某爱照镜，妾死人爱看命。后壁咧，一直出现一句“定着去啦，定着去啦”就是讲万吉伊有答应即个成啊甲官啊，要去赴因的婚姻，因的宴席但是尾因当然就无结婚无法度有请人食到，所以最后是无但是伫即个过程当中，就有讲到足侪，包括即个欠算欠算的意思，就是讲有特别的即种，有的人会有禁忌，所以有的人讲迄个人真够欠算就是讲迄个人对即种迷信的代志是足注意、足注意的所以即种够欠算的描写，其实伫咱台湾文学、台语的文学上早，台湾的第一篇小说，可能毋知逐个人敢知影台湾第一篇小说叫做啥物？叫做《日本的怪事》。日本的怪事这篇小说是刊伫台湾府城教会报1896年的第一篇，叫做《日本的怪事》这篇小说呢，互人认为是台湾文学，嘛是台语文学的第一篇小说，是因为伊的时间真早，比赖和、比杨贵写的作品拢搁较早。伫日本时代，台湾人用日语写作品以前，搁较早，就有即个日本的怪事这篇小说。这篇小说讲的，其实就是甲即个放贴有小可关系的欠算的代志。即个几啊个，我感觉第一就是讲，伊互你感觉着讲，哎呀，即种代志确实嘛是无法度解说。会感觉着讲，有虽然是淡薄仔恐怖，但是伊嘛是有人甲人之间的约束的原因伫后壁。即个几啊个算做讲，互人感觉上特别所在，就是伊甲即个草地的腔口，甲几啊因两个的反应，写了真特别，用即种方式来互人知影讲。虽然甲人无共款，但是咱嘛可能毋通去甲别人踢笑，嘛是爱当尊重讲别人无共款安尼。这个故事内底，一方面有这种结婚的喜乐，一方面阁有新人过身的艰苦，一方面阁有这两个新人，因虽然过身，
但是当地人佫有收到因的贴啊，互因交代爱去互因请诶即种恐怖，所以其实伫内底。即篇放贴内底其实是有足侪元素，我是认为这是一个足适合拍做电影的一个真有画面吼，因为伊包含一个人吼生甲死甲婚姻，遮个元素伫内底，佫有变做鬼吼，遮个元素拢伫内底，实在是一个足精彩的一个文本吼，一个草地的即种鬼仔故足精彩的一个故事吼所以即篇。就推荐逐个人一定爱亲身来读、亲身来看，才会当知影伊的厉害伫啥物所在。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看万地。咱今仔日分享的这篇单类小说《放贴》，故事内面讲到咱台湾一项非常有人情味的传统风俗馅饼。根据婚姻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的研究，馅饼就是分饼，只是无共族群有无共的讲法。这种馅是泉州人较有咧讲，那漳州人呢比较较无咧讲馅。一般敢若讲分尔，分互人吼，讲添丁贺寿，油饼寿居，庄头分到庄尾，子孙才会大趴尾。吼，这个俗语的意思是讲添新丁，也是讲士大人做大寿，吼，焖油饭做这个寿居，庄头分到庄尾，安尼来互大家斗欢喜，安尼这种慷慨的做法。这是毋免包红包的，安尼慷慨的做法吼，互子孙会大趴尾，这是咱古早的这个俗语啦，吼。有个一句鹿港的俗语啦，讲无米拄着人行过，拄着无米好煮饭拄好有人行过来，吼，安尼会用度过一顿。其实行就是分的意思，吼，行大饼啦，行油饭啦，这个泉州人较接讲。若我的腔口是漳州的，阮一般是讲分吼，分大饼的迄个方式是安尼吼，有一个斗三工的吼，大饼在咧，就工作来有咧排队食的吼，一口罩一口罩安尼去分吼。另外一种迄情形就是讲，咱兜若有喜事吼，工作来的人呢，较至亲的、较有交情的会来斗三工，斗三工了后，即个请客食青草一顿。煞导致呢会另外佫准备一寡青菜夹猪肉安尼吼夹咧夹两三大鼎来一口罩一口罩有来斗三工的来分菜尾吼即种的嘛是叫做分菜尾即种的是咧分感情的吼另外一种呢嘛是分这就较特别啦，甲分大饼共款意思，但是伊分的时机是颠倒饼。就是讲，有人有丧事这个房头内呢有咧排队的人，爱分头白布分下衫，吼这种的嘛是叫做分，吼泉州讲的馅是干那完全主要咧讲大饼、油饭安尼尔，吼咱这个漳州的呢，丧事的排队分头白布啦，分这个叫做下衫这个嘛是叫做分啦。馅甲分，伊的意思是类似的，伊有特别的意思哈。咱今仔日欣赏陈瑞生的这篇放贴故事内面，详细记录台湾民间社会传统风俗，也有地方的台语腔口。作家宋德来先生认为。徛伫文学的角度来看，陈瑞生对台湾文学的贡献，会当甲中国的鲁迅相比拼。咱注意甲看吼，陈瑞战后我开始在1985年甲1985年拢无人提倡讲台湾为需要文字化
咱需要用台湾文字来写这个台湾诗、台湾小说、台湾散文。我开始咧台湾新闻话，我办一个杂志叫台湾新闻杂志。我有开始提倡这台语爱文学就是咱用台语来写作啦。咱除了写北京以外，大家拢来用这个台语尽量写。我讲了无一年，1986年，单雷伊就发表白色恐怖小说，叫做《美丽的蟑螂脸》。美丽上路啦。对。这篇小说是这个白色恐怖的小说，白色恐怖写得非常好。一直到12年了，1998年伊佫写这长篇小说这个《相思记》伊就变做台语作品、小说作品非常多，算讲真多以台语来讲，算讲真多文学家到即马伊的这语言艺术嘛，有人超过伊你即马我讲有300个作家，这300个作家中间有少年囡仔拢写这个台语小说，但是我认为无一个人的语言比较好。有人可能是内容写甲非常的惊人。但是你用这个语言来讲你写甲遐尔流利语言要讲甲遐尔顺无一个人是单位的对手我毋是讲故意讲单位就是在语文学的部分，我毋是故意来讲抬高这单位这样讲，我是实话实讲，到目前为止，无一个这台语的文学作家的语言比这单位更加好，伊迄语言的艺术拢我都甲这个单位比较伊做这个台湾的这个鲁迅我是台语作家的鲁迅，我是教做。暖暖咱们溪，咱的故事探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么款的滋味呢？节目上来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书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放帖，读者感想。古细南，信用是一件真重要的事项。放帖是一种喜事的通知，嘛是一个欢喜的约束。作者利用这个真通常的代志来讲信用的故事。过往版节有一个大的画尾，互文章的话语加速活跳。放帖的人真认真放帖，无细字出超死嘛是硬拼伫天拍不光的时送到人厝。收帖的人，无管放帖的人多过身嘛是照帖仔顶悬的原本的时间准时到位。作者用传奇几啊个的方式来讲守信用的故事，就互咱感受到草地人的土地甲老实，讲直就是直，袂弯巧。无像现代人交切，时常就爱拍契约。一条一条拢足注意，毋过嘛是定定有人无咧照约束行，是毋是感觉真歹势咧？守信用是社会运作顺序的要件，安尼正人才法度按算代志，互大家会当快乐过日。我的故乡。
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早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